Dimensional 可以話係 shape 緊電單車嘅未來。DT Pro 係一部輕而且非常之高效能嘅越野摩托車，佢嘅車身非常之輕盈同埋好易揸。如果你係中意爆發型嘅加速同埋技術型嘅攀爬，佢可以帶到你去任何地方。DME3 係一件藝術品，佢時尚得嚟咧，優雅、低調，但係有無限嘅潛力。平日出行嚟講係一架非常之舒適嘅選擇。如果你想要 break the rules，try something new，DP03咯，我會話，即係我覺得剩低要你自己去感受，睇 vibe 咯，睇感受咯，睇 taste 㗎嘛呢啲嘢，我係咁睇。